主席，點解會有831人大決定？喺2013年初，當時戴耀廷提出非法佔領中環、癱瘓警隊呢啲驚人嘅言論之後，話如果戴耀廷繼續講啲咁嘅嘢，咁樣搞法，中央必定會變得更加保守，政改必然倒退、停滯5年到10年。我可以100%肯定。2013年3月份，我哋同內地嘅專家討論政改，同831嘅時候係遠遠不同，嗰種態度嘅強硬，比我哋想象中更甚。咁到底2013年1月到2014年8月31號喺香港發生咗啲咩事，令到中央同埋地方關係走入冰河時期呢？首先，泛民一開始就計錯數，叫價太高，跳出咗基本法嘅軌跡去開價，包括公民提名同埋國際標準。泛民先搞佔中，之後仲要搞埋公投，而且一直誤導佢哋嘅群眾，認為咁樣做就可以爭取到普選。成個判斷都係錯誤嘅，你哋爭取嘅內容、方法、方向都係錯咗。你哋係挖咗個坑，一個一個跳咗落去，跟住呢仲要搞埋一個公投。個公投呢，你哋沾沾自喜有幾十萬人，最後就雪上加霜，令到中央地方關係進入冰河時期。我認為泛民嘅議員應該有勇氣去承認判斷錯誤，支持錯咗佔中，好好地去承認呢個錯誤。因此我希望用 Mary Parker 最後一句話 ：The world will be regenerated by the people who courageously seek by whatever way the methods by which people can agree。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。